咁呢課咧講排列與組合。咁第一樣嘢咧就係要知道咧，就係完成一件事咧有唔同嘅方法嘅。咁我哋計算個方法嘅數目咧好簡單，就係將全部嘅方法咧加埋晒就得啦。例子就係有個書架上面有11本中文書同埋17本英文書，喺當中我揀一本書出嚟，咁我哋有幾多個選擇呢？就係11本中文書11個選擇啦，再加17本英文書，即係17個選擇，加埋就28個選擇啦。第二種呢，就係完成一件事有 K 個步驟，即係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至到 K 個步驟。咁我哋每個步驟裏邊嘅選擇呢，去各自成嘅。咁舉個例子就係書架上面有11本中文書同埋17本英文嘅圖書。咁喺呢個書架裏面抽兩本書，一本中文，一本英文。咁個步驟就係由中文去第二個步驟英文嘅。咁所以第一個步驟有幾個選擇呢？有11個選擇。而第二個步驟有17個選擇，咁所以乘以17，牽涉步驟嘅我哋係用乘法，咁乘到係187。咁進入呢就係排列啦。排列嘅意思就係當中你有 n 個物件，咁而個物件呢，按住某個次序或者按住一樣嘢去逐個排。咁例子就係有7個男同學排成一行，咁排列嘅數目呢，我哋會用嘅方法就係第一個就係有7個同學仔揀其中一個去排，咁所以有7啦，7個選擇。第二個步驟就因為有個同學仔已經企咗喺排隊裏邊啦，少咗一個，咁所以第二個男仔剩翻，即係男仔裏邊呢，剩翻就係6個，如此類推。咁而呢堆7乘6乘5乘4乘3乘2，正亦都係我俾你嘅式感嘆號。n 感嘆號係咩意思呢？就係 n 乘 n 減1乘 n 減2乘到去乘3乘2乘1嘅意思。咁所以喺呢一度7乘6乘5乘4乘3乘2乘1嘅意思，其實即係7嘅感嘆號。計數機可以直接撳嘅，答案係5040。好啦，第二種嘅題目啦，咁亦都係揾n 個物件去排列，不過我哋唔係排晒 n 個，我哋今次係排其中 r 個，咁個方法就係 NPR。咁個例子就係7個男仔，今次我唔係排晒全部7個啦。排5個男仔，男同學，咁所以就為7P5。咁呢個 P 字計數機都係有掣可以撳嘅，咁撳到嘅答案係2520。好啦，最後嘅課題呢就係組合啦。組合同排列有咩唔同呢？咁樣排列呢就係揾一堆物件，逐個排。咁而組合呢就係只係揾一堆物件，成堆抽其中一堆出嚟，唔需要排列，就咁抽出嚟就得啦。咁個式呢就係 NCR。例子就係有7個男同學，我選5個男同學出嚟，咁所以7C5，而 C 都係可以喺計數機度撳出嚟嘅，答案係21。